新竹峨眉嘅七星村係石頭山有名嘅景點，有太平鋪頭、六寮鋪頭也都係幾多後白山嘅人過後去嘅景點。15年前，寶山客人方正耀退休嘅去到嘅開農業，本單是想為試田種菜，自家種來自家食。唔過經過新創片，韓國出太茶貨也很多嘅意外，如係草藥提糾正來嘅，而能發現到家鄉嘅草藥有一例可嘢。故所一路開始研究，睇峨眉賣地，熟悉藥草嘅種研，希望有韓國多人了解老祖公運用草藥嘅智慧。茶尾是阿哥，都順的草尾金筆，將一台茶尾是嘅個位山紅西路尾，一片係山壁，另外一片就係邊工。行行響響的行至峨眉鄉七星村的山路口，心肝景象會係行茶路的客，真見有人係啲也客。韓國作業看到有水狗強版，總算看到一棟叔叔為業務的，也大為係人工係草藥專家的方正耀，也被稱為老人。這個它就蠻特別的，這個通常會需要一個對象來。要來一個對象來試試看呢，這是叫過山香啊，就是過了一座山，還要聞得到它的香味。它都是那種孔雀薑哈，那叫嘛可能係橡皮啦哈。呢是其他部分哈，點點嘅部分。大家都可以認真揉啊哈。要很認真。好，很認真揉。這到時候我們會有給獎品，根據這個給獎品。我們可以染衣服的那種顏料，它做成藍靛以後就可以染衣服了。也係山人唔要團草木，對藥草嘅則蠻有研究嘅方正耀，本單地新竹做土木工廠，15年前移歸到家鄉寶山。民國差不多90年嘅時節，甲當道勞工吼，受到一條工作上嘅冇順利啊，還是像揾一條路款嘅哈，又冇買好辦啊，本錢又冇多。所以應該是用掉錢買塊土地地了為嘅。就像講山都嘅生活較清寒啊，較唔會虧很多錢，較省。哇！國家以設備嘅方正耀，喺峨眉嘅七星村買嘢前高平嘅地，本單愛試田種菜，愛過一家耕種到類似嘅呢咧。現在有100唔拄好，而爭啲藥草嘅有幾好用嘅。咪要擺本5公拗稻吼，拗稻入去種起來咪吼，還有一片要慫嗰啲東西啊，藥酒吼，去按照吊唔起啊，吊唔起收尖嘅，還是來過，哎呦，差不多20分鐘是唔會種唔會風啊。下後藥草嘅有9到200。特別是心臟有條心血管有條阻塞嘅情形吼，還是食到凍簡單吼，就聽下當嘅。午夜松枝哦，啊是真多哈，有時就小殼草，時就不會是啊50塊多哈。那不會有100啊是發生車禍，那車禍些司機手腳斷咗3機啊，剩落一機聽筒嘅跌停掉，啊結果還是是種骨髓部啊哈，啊是到2、3張月之後是恢復，全部恢復啊，手腳全部恢復正常啊，很多摸生命的東西，辦法。生命力十足哦！其實這些都是我們隨手可得哈。對，青菜這麼多的東西哈。也個看起來從早一輩嘅東西，就係以後放太高，最條拿通嘅樹上人做吐水芯骨頭團體嘅設備骨髓部。而講藥草嘅有嘅唔係結補嘅，底下係補，唔底下就係草。所以以萬那嘢去搶教老人家，未稍微藥草嘅一種來種，就係希望會有韓國多年來認識藥草嘅。應該上嘅是收集啦、收集啊，一般講咧，你買土地清洗啊，前空兩天也冇可能種到當多人買吼，所以還是盡量呢種嘅油，嗰種嘅油盡量收集。啊，後半年還有一種，還有啥人有嘅機會嘅時節，其實做嚟去繁殖啊。唔過方正耀強調，人係有耐唔痛快，還係愛基本先生看。人係唔拄好不平嘅時節吼，
最后一款欣赏，欣赏要本甜的嘛个香啊，迄没青虫的香，是说要7%试看的哎，你揉一揉，闻闻看是什么味道，很熟悉的味道，我们大家都吃过，某一种饮料，黑松沙士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像这就是刚刚讲的，农业希望有什么变化，那是我是希望有你会做点饮料的时候，那个他有你会推销，我会到都市去推销说你的饮料店不要卖那个不自然的东西，你知道这叶子用那个加一点水果汁机打碎之后，加点黑糖加气泡，它变成非常棒的天然饮料。摄影机小心哦，哎，到手哈，你看这个。一颗柚子啊，如果说你只是吃的话，迄洗的时节现在慢慢来达钱啊，但迄咱来利用一下时节是无困难哈。对台湾的农业，方正友有自家的看法。伊讲爱细细叶含加高多用到位，係講充分利用農產品的價值。安尼就算係一粒有味，也袂有2000元的產出。你日本的油有價錢呢，也全性差不多用，幾粒油全部來用抽吼。要做酵素，你要做乜呢？要洗澡做夢想。油肉哦，當然也直接去打凍火了哈，直接去凍火。你要做這樣辦呢？煮果醬。做酵素、做蚊香、做果醬，就按呢顯示因含做地拿來做保養品，也係方正要安排本人體驗嘅其中一個課程。要希望大幫所有東西好好利用，唔好好鬆脫，為大家行過地好下物，要行過認識俺人的土地。就讓你知道說土地不是只有提供稻子啊、菜或者超市買得到的東西，它也可以讓我們生活上得到更多精神上的慰藉哦，甚至體驗啊，也可以覺得說啊，這植物真的好神奇，它可以給我們那麼多東西啊。第三大項講日咧，哈哈愛意思太自然，所以盡量利用太自然，咪唔好破壞伊，係方正要對土地嘅態度。也係慢子此世就停定伊第三大項落實，所以伊咪搞伊講，我以後嘛嘅就會自家同數來做。洗澡的時候，我們是用灶燒柴，所以我要去剪柴，然後劈柴去生火，這樣才有熱水可以洗澡。那另外就是這邊我們的水是從山上下來的，所以每天都要去上面把那個水管清一下，這樣才不會堵住。方妙鳳係方正要嘅慢子，必定腳頭啲河壩度空，整理寫到河壩嘅樹帕嘅行架樹葉嘅一道，安尼碌下就有強力嘅水好用。也未係伊當年愛作為其中一項投入。伊講太自然搞曉伊，另外個強調位，未愛地好下物。所以第三大度項講日咧，伊對土地含個有情，未含個有想法。你真正用很認真的去在一塊土地上面生活，就是去食衣住行都是你自己親手去慢慢完成，那你就會對這塊土地真的有感情。雖然係第三項太熱些年呢，不過也係樹也土到以後。方友鳳今年正考到生態天氣呢，伊講一直天天爸爸觀察太自然，所以做乜嘅事情，伊就比別人還夠專心。平常一個人待在這邊，就是到處晃晃走走，然後看看花草動物這樣，所以你的專注力會比較好，可以做比較久看書吧。那嘢就係去到太好嘅，困難家園嘅野山啊，今年已經68歲嘅方正友又有新嘅計劃，伊想愛請一群上愛工作嘅後生人來到山峰，好等老主講建築愛惜、開山打南嘅方式，來做到伊講嘅細細嘅有多樣化嘅友善農業嘅理想，每認真按樣，台三線嘅農業發展就會更加豐富。